對於要求極高嘅音響發燒友嚟講咧，黑膠唱片嘅真正魅力在於佢嘅飽滿溫暖、無可取代嘅純模擬聲音。為咗全面體驗每一個弱音細節，合適嘅再生設備尤其重要。波仔今次響 Hi-Fi Gallery 影音科技要為大家介紹嘅英國 Mitchell Audio、Apollo 同埋 Muse 係屬於廠方最新發表嘅分體式唱放組合。表面經過黑色陽極處理嘅堅固機箱，由元件鋁磚挖空製造，為敏感嘅放大零件提供優良嘅電氣同埋機械隔離效果。Apollo 嘅放大線路採用3段式規劃，超低噪音初級放大屬於純 A 類設計。緊接嘅 RIAA 被動式均衡電路，將產自唔同年代軟件嘅應有音色進行完美還原。尾隨嘅純 A 類增益輸出級，協助實現清晰、精準、自然嘅聲音再生。Apollo 嘅每級放大線路，除咗享有回饋監察電路，所用嘅電容器響組裝之前呢，都要經過人手進行測量配對，實踐左右聲道完美平衡。Apollo 嘅機底將會提供5種最為常用嘅負載阻抗同埋增益設定。至於接駁界面呢，亦都係以 RCA 為主。特別針對 Apollo 度身訂造嘅 Muse 分體供電器，搭載低噪音環形變壓器、音響級濾波電容同埋高質量穩壓零件，別出心裁嘅雙重濾波概念，造就 Muse 與 Apollo 之間達至互相協調境界。如果大家對波仔今次介紹嘅 Mitchell Audio、Apollo 加 Muse 分體唱放組合有興趣，歡迎致電 Hi-Fi Gallery 影音科技安排預約試音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見。